詩篇第12篇，大衛的詩，交與伶長，調用第8。耶和華啊，求你幫助，因虔誠人斷絕了，世人中間的忠信人沒有了。人人向鄰舍說謊，他們說話是嘴唇油滑，心口不一。凡油滑的嘴唇和誇大的舌頭，耶和華必要剪除。他們曾說，我們必能以舌頭得勝，我們的嘴唇是我們自己的，誰能作我們的主呢？耶和華說，因為困苦人的冤屈和貧窮人的嘆息，我現在要起來，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穩妥之地。耶和華的言語是純正的言語，如同銀子在泥爐中煉過7次。耶和華啊，你必保護他們，你必保佑他們永遠脫離這世代的人。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，就有惡人到處遊行。